总，顾总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顾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顾总，你千万别生气。顾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柯锦熙根本配不上你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滚！王叔，少夫人，今年是神龙集团20周年周年庆，老夫人说到时候要你和少爷一起参加，这是老夫人送给您的礼物。谢谢方叔。不客气。